有我们热线的朋友，耶！全场来点尖叫声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再来第一首歌，祝福你们，祝福大家都可以找到你们爱的人，谢谢。 3月的窗边，杏花的香味，阮美丽有你的情景。离开已经遐多年，拢无你的消息。你敢有找到你的春天？ 已经过时，不通搁再等你。阮亲像袂开的花蕊，青春已经褪了色，也无人来同情。若爱你，哪通怨恨你？ 祝福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踮身边，照顾你。祝福我平平静静，一人踮在树花的旁边。若是寂寞的时会当想你。 会唱吗？有听过这一首歌吗？啊，那就一起唱好。然后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花开已经过时，不通搁再等你。阮亲像袂开的花蕊。 青春已经褪了色，也无人来同情。若爱你，哪通怨恨你？祝福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踮身边，照顾你。 祝福我平平静静，一人踮在树花的后边。若是寂寞的时会当想你，祝福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踮身边，照顾你。祝福我。 一人踮在树花的旁边，若是寂寞的时会当想你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谢谢你们今天来参与这么好的活动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我们台下的朋友都很会唱歌，对不对？你弄就高兴，我大概拢知影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我也要很谢谢我的粉丝，他们特别买票进来支持我们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我们。 我们让一个人捐1万再走。嗨，刚刚我看到我们那个金额已经到了400多万，我也想要尽一份小小的力量，好不好？来，
选一个漂亮的数字。我觉得16888有点。啊？不到满。好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听说那个珊妮老师也在现场，对不对？那我跟珊妮老师捐一样的金额，好不好？好。Anyway， 就是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我相信呢，这样子的身份，我觉得很不公平。干嘛要分异性恋跟同性恋啊？不都一样吗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为什么要去分这个？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，反正问心无愧，做自己就对了。希望你们都可以出头天，找到爱。谢谢。大家丢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要唱第2首歌，这一首歌呢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你们应该都认识，叫阿超，徐艺超。他帮我写的一首歌叫做《听你的心》，那我觉得里头有一个歌词，我觉得很棒，它叫做“所有爱唔到人的真理，都是为着甲些下人团圆”。所以呢，我想要借由这一首歌，祝福大家，你们都可以找到适合的人，跟他一起团圆。听你的心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有捐款吗？有哈。满天的星，排着偌多人的约定，变成路顶，像这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讲心情。你陪我看风景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天顶的话，听过偌多人的情话，有因过，全世界人变看足多。若春秋想要体。定定不是你的，颠倒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行过运命，你伴过孤单，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。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心合的人团圆。手电筒门打开好不好？对啊，当做荧光棒使用。我行过运命，你伴过孤单，咱看过繁华。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，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。
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拖延。原来上帝的感情是两人算苦看同时，原来上水的春天是经过酸涩才换来的坚定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场美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拖延。提醒一下，小天使跟特助，你们不要听富凯歌声入迷，忘记去结款。还有没有逗留的？赶快先回去结款，不要再听了。哦，好来，谢谢。因为你是今天的压轴哦，我好荣幸。对，所以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麻烦你帮忙。哎，你今天跟昨天差蛮多的哎。好，对啊，因为必须要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其实，在那个超自然少女队的前面，我也很紧张，后面也很紧张哎。真的哈。他们也是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太好笑了！太好笑了，脚打开。哎，好了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哈，我们正经一点。我们谢谢富凯，他特地昨天帮我们加码2首歌，而且他还帮我们穿热线认同 T， 买起来，想跟金曲歌王穿一样的衣服哦，买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那个荧幕上是不是先帮我们来？我们刚刚有讲到，今天捐款人就可以得到。抽奖最大奖特福气炸锅，那我们就麻烦富凯，等一下帮我们就是点一下我们的平板，那你就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来哦，来，3、2、1，来，有没有秀出来？有了，315号，315号，大家看一下你手上的抽奖券有没有315号？没有，谢谢。我们喊3次哦，没有我们就要再抽哦，因为我们要现场确认是哪位观众。315一次，315 2次，帮我看一下315，确定没有？好，谢谢你捐。然后我们捐出来再抽一次，好来，富凯我们赶快。3、2、1。8号有没有在现场？2楼吗？2楼用力挥一下好不好？好，2楼的观众记得等一下散场的时候要记得拿我们义卖柜台拿，恭喜你！那我们还有第2轮哦，刚刚有说到卫生纸，那个 Retissue 彩虹平权卫生纸哈，擦好擦满，好，会哭不要怕，来。哎，可以送我1包吗？可以呀，1串都可以。1串是？对，你刚刚有捐钱嘛？对，好来，好，我们再来。3、2、1。来，我们这一次会一下抽出我们总共10串的得主哈，大家自己看一下手上的号码。好，那就是这些朋友哦，一样哦。等一下散场的时候到义卖柜台去领取哈，看不清楚的部分，等一下义卖柜台那边查询。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富凯帮我们又穿认同 T 又加码的，然后还捐钱，真的是谢谢你，谢谢。那我们这边呢也代表热线哦，希望我们富凯你的新专辑可以顺顺利利。那如果明年有机会南部的演唱会，好期待耶！好，我希望我加油，加油！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还有2首歌，那我把时间交给你。OK， 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我相信你们都会唱，也听过，《火刷剑》。谢谢。
线为你行，想当时行到阵，两人相爱，情海是多变卦，目屎唱雨声，柔软敢有较纸，无嘛转线。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不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爱牵拖。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愿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。感情啊，雨伞。你们会唱吗？啊，大声一点。永远是路予你也算。想当时行到阵，两人相爱，情海是路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柔软敢有较纸，无爱存线。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不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爱牵拖。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愿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。一段感情啊，雨伞。帮你们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再大声一点。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愿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，一段感情啊，雨伞。愿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，一段感情啊，雨伞。你们自己唱得很感动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好，请口袋掏出1000块来，我们就把它夹在信封里面捐出来。谢谢大家，开玩笑，谢谢大家。那还是希望大家呢，可以多多帮忙我们的热线，因为呢，全国的志工非常辛苦，我们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25年了，对啊，很不简单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最后一首歌。这一首歌呢，很特别，因为在2019年我发行了一张专辑，就叫做《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》，里头有一首歌是我当时看的一部电影，叫做《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》所写下来的一首歌。我请我们的石方老师还有鸦片丹老师帮我写的这一首《一起》，希望这首歌送给
不管在人生道路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就是以最正面的方式去度过。送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随风去，长山的风吹，脚印伤浅，也袂看你变老，爱着切。我是啥人的，相思几回，伤心无后悔。伊敢会想好几暝，虽情无做，才惜变乌白也想你过。人生一回，放你去飞，又受伤几回。彼时的话，听你心底才来白，心肝宝贝。彼时的花，变过搁开嘛，不是原来迄个。彼时的花，人过雨水才知会洗出美丽。爱有爱过，只是爱无体地，剩一半无人替。我想要招一日相会，对面来坐，心酸亲像甘甜，岁月在地，山明海誓，拨开云烟，我笑容几个。彼时的话，听你心底才来白，心肝宝贝。彼时的花，变过搁开嘛，不是原来迄个。彼时的花，人过雨水才知会洗出美丽。爱有爱过，只是爱无体地。彼时的花，一句一字听煞白，风中的雪。彼时的缘，谁人行过后来我孤单一个。彼时少年，美梦沉底，心愿碎，去无反背。我有爱过，思念的风吹，日日飞。夜地飞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下次见，祝福你们，谢谢。